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风台度数瑞已经有小可减弱。气象局预估，伫今日早起9点至10点就会通过金门，了后就伫中国登陆。咱台湾中昼左右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严格偏乌甲金门是爱等到尾暗仔风台才会过去。若伫今日是会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不过，我们还是持续针对陆地上苗栗以南地区、澎湖地区以及金门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针对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当地的民众以及作业船只还是要严加的戒备。从雷达回谱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目前已经来到了金门大概南东方5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的往北西的方向移动。我们预计在9点到10点之间，台风的中心会最接近金门地区，可能会从金门通过，也可能由金门的东侧进入中国大陆。因此，这一段时间将会是金门风雨最大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台风中心周遭，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块回波跟深对流发展没有那么显著的地方。因此，在台风中心通过的时候，很有可能金门会感受到风雨有稍微缓和的情形，但是我们要提醒，很快的随后在南侧比较强的对流又会跟着影响金门，风雨又会再度迅速增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金门的朋友要持续的严加戒备。而另外，台风的外围的暴风圈还是持续影响到澎湖以及南部地区，甚至在东半部地区降雨还是蛮明显的，时雨量在台湾本岛以及在澎湖还是有20到30毫米。那当然，最靠近台风中心的金门，时雨量有来到40毫米左右。未来几个小时的降雨的话，在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其实还是有些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地方局部地方发布豪大雨特报。而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澎湖跟金门，尤其是金门，现在是台风中心最靠近的时候。我们预计在今天早上可能会有接近100毫米的累积雨量出现，雨势算是相当大的。而这样子的降雨到了今天下午会逐步的缓和下来，到了晚上降雨会更加的缓和。因此，我们帮大家稍微。头拄听到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继续关心中度风台度数瑞。即马目前中心的位置是伫偏乌西南边的海面上，向北北西行。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即马也包括咱的苗栗以南、南投、花莲、台东、甲偏乌，也有金门，这个所在拢也是有风台雨。若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所在有包括云林部分的乡镇，也有嘉义县市、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偏乌县、甲金门县。另外，伫台东的部分是有延平乡的红叶村、海端乡的里道村、武乐村、海端村的新武部落。若这个所在伫今仔日拢是停班停课，受风台影响，今仔日的海空运国内线，也个飞行机帮、船帮大部分嘛拢同款是停驶的，民众爱注意相关的资讯。度数瑞风台为台东带来强风大雨，早暗台东是搁落大水雨，雨真大阵，所以造成一寡所在搁淹水。2天以来已经淹5届啊，民众是真无奈。也若台东的金峰乡、嘉兰村因为雨真大，溪水嘛有涨起来，所以当地人是搁先有风性的铁蹄。度数瑞风台带来正大雨量，台东27暗搁落大雨，造成台东市区真侪路拢淹水。民众出门时阵拢爱正细致，因为水已经淹到骹肚仁，行若无细致就会滑倒，规条路变做溪流，一直淹水，让民众心情真郁卒。淹第几次了？啊，好几次了呢，这边不知道第几次了。放我哎！台东市区27暗搁再淹水，2天来已经淹第5遍啦。有民众真无奈，因为金峰乡嘉兰村捌伫咧北风灾时阵，大水淹入去村内面，造成几10户民体受损。愈暗雨愈大，溪水的水位一直涨起来，公所对居民进行有风性撤离。目前我们的要撤离从保全户跟比较危险的地方，大概是有50户。
这边风台雨量正大，根据气象局网站的资料，27透早0点到27 5点半，屏东西大武山7站落904毫米的雨量排第一，台东金尖山7站708毫米。另外包括屏东的大汉山、台东二甲林道、高雄南天池加台东的金峰7站，雨量拢超过500毫米。接下来到了明天的上午，随着台风从金门逐渐进入中国的福建，金门的雨势在明天上午会很大。另外呢，在台湾本岛跟澎湖，明天上午降雨有机会稍微缓和一些。不过从雨量图显示，各地尤其是中南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阵雨出现。因那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已经伫2月透早2点发展成这轻度风台，气象局讲，短期内对台湾无影响，因为离一个不正远，甚至发海上警报，无确定性真大。但是若挖台湾的时阵，有可能已经转做中度风台，影响台湾的时间大概是8月初1到初2。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市伫今仔日饭点过半暝点半时，市区是透大风，真侪所在民众露台的花卡，也有店头的看板，拢互风扇甲落去，一寡路墙嘛拢倒去。台南市政府伫今仔日透早6点，经公告讲，因为台南的风实在是伤透啊，阵风有达到10级，所以宣布台南今仔日停班停课。对画面顶头，咱会当看到，伫今仔日透早，台南风是真透，真侪路树拢互强风扇甲倒去。到今仔日透早6点半，台南计共有32339户失电，目前还有4000多户也咧等待抢修。台南市政府自本站是讲，台南今仔日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半暝啊开始风就足透的，而且这阵风有达到10级。所以，台南市政府伫今仔日透早6点宣布，今仔日台南继续停班停课。大所在风台嘛对高雄造成影响，路树倒去，看板落落来，有人家厝失电。根据台电的统计，高雄这部分是计共有要挖7万户无电。到站10点为止，路树嘛有倒55丛，拢已经有随处理。高雄离这岸风雨愈来愈大，有几个行政区出现无预警停电，台电赶紧派人抢修，因为风正透，真侪所在路边的树仔拢倒规排。都市的风台风雨愈暗愈大，瞬间阵风8级到10级。伫咧高速台附近有5丛路树仔挡袂掉风雨拢倒来，去喊着学生停伫路边的奥多麦。你是接到通知来救车的？对，没错。真侪所在拢有树仔倒来进行。林雅区广西路这丛树仔就倒伫咧林行道边仔，就是学校。好佳在倒来迄当阵无人经过。伫高山区出现骑奥多麦人，因为风雨伤大，去弄着树仔。好佳在即间手小可轻伤，一直到27暗10点22分，高雄市接到通报树仔倒来灾情总共有55丛。伫咧屏东文竹乡港口区指挥一直停起来。因那垦丁的金蕉湾一个两盘公园养有封锁线，禁止游客挖滚危险区域。因那伫咧桃石楼禁界区的乡镇部落，也拢甲村民撤离。封锁管制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中午12点，一定要下山。屏东有真侪原乡伫咧桃石楼禁界区，目前全县总共撤离361人。其中内义乡当时是大规模崩塌禁界区，撤离197人上侪。自27中昼开始就禁止入去内义部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今日天气，这是风台大所在，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拢也未解除。也那后壁即马有一个风台，这是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诺，伫今仔日饭点过半暝2点的时已经形成。咱同齐来看分图。气象局是预测讲卡诺未来是行向西北，后礼拜会通过琉球海面，也若经过咱台湾北边的时，敢会挖进咱台湾，也是会继续往北，这部分是佫需要观察。目前咱台湾也是爱设置大所在风台威胁。目前大所在伫澎湖西南边70公里的海面上，澎湖甲金门今仔日风台上界大有12级至14级的强阵风，拢爱设置。今仔日台东、屏东嘛会出现超大水雨，高雄甲花莲是大水雨的级数。气象局是预估讲，伫今仔日早起，北风款就会离开咱台湾本岛，各地风雨就会豆豆减少。啊，那温度的方面，伫无落雨的时，今仔日同款是高温的，高温有31度至33度。啊，
嘛花莲风雨真大，秀姑峦溪、花莲溪溪水拢有涨起来。另外，中华公路117.4公里的所在，土石是落落来，搁有车路地基流了，车路是破一空，影响交通。另外，伫吉安乡公所嘛有针对太冲、南华、福兴村这水崩山红色警戒所在，将居民进行第2届预防性的撤离。桥下的溪水是真错流，真足看。秀姑峦溪溪水是已经涨到条仔顶红色迄块，离顶悬的桥敢若剩2公尺尔。这是花莲的玉里大桥，因为多数瑞风台一直闪大雨，公路的单位是无排除有警线甲封起来。另外，花莲溪溪水同款涨悬，尤其出海口，水是特别淹到路面啊，有民众走来看海影。有看过变成这样子的状况吗？有啊，这次是蛮夸张的。对啊。迎方面的东部雨势是同款无得停，嘛造成中华公路117.4公里处，这边坡的土石拢放落来，连路基拢冲甲无去，出现一个大坑，交通拢断去，唯一会当行的便道，同款路面拢石头，根本都无法度行。公路总局会看雨势的状况，较紧报起来，目标是28早起开，互大家通行5摆。雨都未停，花莲一天累积的雨量就超过300毫米。在安全的考虑之下，吉安乡公所是针对太冲、南华、福兴村这水崩山的红色警戒区进行撤村，乡长嘛逐户去看到安置。总共有44户，132人的户籍数，但是实际居住102人哈，所以我们要针对于这一些100余人要来做撤离，就整家住一间嘛。所以说吃的什么都不用烦恼，那是很好的。在风台期间，山区所发生爬山的事故，进前在宜兰陈升池毕竟失联的细寮的山友，已经失联超过60点钟，特别到黄金的搜救时间72点钟。一透早大风大雨，消防员赶快去找伊。我们先走一段。桃园嘛有爬山意外，警消接到消息讲，25有一阵山友12个人去福兴区的长水山遐爬，其中一个细洲的成员却失联，搜救队目前阁继续扩大在敲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的联准会继续对抗通货膨胀，宣布升利息升1倍，利息已经来到22年来上悬。联准会主席鲍尔是表示，通货膨胀已经有放慢啦，也不过要达到目标2%，也阁有真长的一段路爱行，所以会继续保留升利息的空间。也不过嘛对外偏好啊，讲今年是未阁再升利息。来关心联合报。中央院昨昏有公布咱国内的经济预测，向下修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改到1.56%。主要是因为全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有变较慢，需求是冲袂起来。另外，国发会嘛有公布6月份景气的灯号，同款是代表价类的拿灯，对去年11月份甲单已经连续第8粒拿灯啊。来关心自由时报，去年伫台中有一个细号的无白的柔道教练，甲一个7岁的学生囡仔杀甲死去，伊拒绝认罪嘛，无悔失礼嘛，无赔偿。法院1审、2审都判伊9年的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伫昨昏驳回上诉，所以即马专案确定。不过，这个查甫囡仔的父母表示，对这个结果无法度接受。继续关心台商李明基，2019年8月份的时去深圳，也毋过说互中国指控讲伊是间谍，在封判1年10个月，还有附加刑期2年。即马期满了后，伊20岁时已经离开中国去到日本。伊透过电话表示，伊即马是真安全。伊嘛讲，中国法律只是摕来侦查政治的物件尔。台商李明基伫中国去用拘禁，封判1年10个月刑期。还佫有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加刑。李明基伫刑期期满了后，20时已经离开中国，目前伊人伫日本，透过电话证实伊人有平安。当然就如释重负啊！这个，我当天其实就是只是安排1天2天的那个出差行程嘛，然后只是可能刚好碰到那个反送中的，就这样任意被任意拘捕，这肯定是精密计算过的，我只能这样说。对，我的事情就是要报复台湾政府，声援反送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最后还庇护香港人。李明基2019年8月为香港去深圳，迄当阵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李明基讲，伊迄当阵敢若是摕手机翕相记录，都去互逮捕。重新得到自由了后，伊认为中国伫7月份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会
会造成台湾人去中国的风险嘛在咧增加。有共款经验的李明德嘛批评讲，伫中国法律是掌权的人摕来统治甲斗争的工具。中国普遍的用附加刑在控制中国人，中国的政治犯在出狱以后还继续被软禁。中国用他的法律凸显他对台湾的侵略意图而已。台湾是中国的境内的话，那李孟居他为什么不能够回台湾？那如果中国是让他不能出境回到台湾，就表示这个台湾跟中国两边是两个国家。台宽会认为讲，如果欧北甲台湾人拘禁，唔但对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形成矛盾，嘛已经违反国际人权法。目前还有包括学者施正平、蔡金书，还有杨迪恩等人也未放出来。陆委会除了表达抗议，嘛提醒民众去中国都要注意风险。到应邀到中国大陆去参加这个学术的交流的活动，入境的时候就被机场的人员来扣留。陆委会讲，民众去中国除了会当做登记以外，嘛爱规团做伙出入来维护安全。若是要做学术交流、宗教活动，在非必要的情形之下，建议暂时要是莫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汉光演习，昨昏伫北里沙堡进行反敌陆操演，不过因为风台关系，有取消海面上的兵力演练，也有部分空中的兵力演练。另外一边的台北港是进行防卫演练。但总统蔡英文有到现场去视察，伊是强调讲，要互全世界看到咱台湾要守护家园的决心。扮演敌军的 AAV7 2车突击车向北里北堤海沙堡发起攻击。敌方阿帕奇直升机为空中向地面防守部队进行火力攻击。面对敌人登陆，周边的国军随做支援，发起反攻。在烟雾弹的暗号之下，守军人员为分百架车冲落来，发起地面的进攻。M6 A3 战车远途射击，2控机炮火力压制，阻挡敌人继续爬过来。陆海军进入海滩。陆军航特部直升机入场，对敌军做最后的火力扫射。汉光39号演习的第4天，在北里海沙堡进行反兵陆操演，因为风台的关系，取消海顶的兵力，甲部分空中的兵力。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现场，督导相关的设施。这次的演习让国人也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护卫大台北中区，除了北里的海沙堡、淡水河口，嘛是防卫铁三角的台北港，是进行主要港口防卫演练。敌军乌鹰直升机降落，敌军部队要来抢台北港，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咱国守备部队运用火力压制，控制局势，消灭拍过来目标。国军强调讲，演习都是为了验证部队战训的成果，甲国土防卫作战的效能。今天我们的两岸的情势，或是我们面对的军事威胁，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会尽全力来防卫国家。透过这些演习啊，我们更有信心，对于这个守护乡里或防卫国家啊，我们官兵都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咱这几天因为风台关系无遐热，不过整体来讲，7月份这个热天是热翕翕，佮小风风。联合国也佮欧盟伫昨昏有发布官方的资料，即马对外证实讲，2023年的7月份，也就是今年的这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个月。今年7月到昨嘛已经出现有记录以来上热3礼拜，有记录以来上热3天，甲有记录以来同期上悬的海洋温度。This anomaly is so large with respect to other record-breaking months in our record that we are virtually certain that the month as a whole will become the warmest July on record, the warmest month on record. In all likelihood,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world so hot.In modern history， 欧洲北边拢发生极端高温的天气，意大利、希腊、阿尔及利亚加附近的国家拢发生地面野火。气候变迁所带来伤害，包括囡仔被大火冲走，规家伙啊逃离野火，工人伫厝外做事热甲昏去。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has ended. The era of global boiling has arrived. The air is unbreathable. The heat is unbearable.
and the level of fossil fuel profits and climate inaction is unacceptable. 有一寡专家认为，今年7月较可能是12万年以来上热的月份，计出来这寡热气，主要是来自加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关系。根据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全世界上热一天出现伫7月初6，有记录以来上热23天，拢是伫这个月。7月前25天平均温度16.95度，比2019年规个7月16.63度低真多。因若伫台湾温度上升的速度比全世界搁较紧。中央气象局统计，台湾最近8年来平均温度每10年增加点是0.11度，不过最近30年是每10年增加0.25度，相比较全世界平均温度是增加0.08度甲0.21度。专家估计，极端降雨会愈来愈接，可怕也会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伫今年的雨季是落大水雨做大水，地区卡马岛的山区和大水淹了了。加上即马资本就是卡马岛生产的小鸡产量佫减少，地区印度即马卡马岛的计数是起5倍，真侪民众规气不爱食。若餐厅甲素食店伫准备在食材的时嘛，已经先甲卡马岛摕掉。市场的答案，红记嘅柑仔米，互人看甲真想要食，也毋过详细看计数，1公斤爱180卢比，差不多是台票69块，是过去计数的4倍到5倍，甲真侪民众惊到。मार्केट में टमाटर तो मिल रहे, रोज का रोज भाव बढ़ते ही जा रहे हैं। कल कितने रुपए से खरीदा था? कल खरीदा था 160 रुपये किलो, आज तो 180 रुपये किलो। 柑仔米是印度美食的重要材料，用要到每3项料理内底都有一个会使用柑仔米，所以需求真悬。也毋过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印度今年雨季出现无正常的暴雨，甲做大水，造成国内柑仔米的产地互大水引起，严重影响到产量。加上大水嘛影响到交通运输甲配货。互原本就是生产小贵的柑仔米，计数直直起，批发的计数一粒起3倍到4倍，有的地区甚至是起到5倍。1公斤的柑仔米用要比1公升的汽油更加贵。特别是因为进前加大起价牛奶甲香料的计数，所以就算政府介入是要稳定物价，用较俗的计数供应柑仔米，也毋过消费者又完无啥兴趣，甚至是规气不爱食。मैंने तो टमाटर खाना ही छोड़ दिया है। 140 रुपये किलो भाव बिक रहा है, वो भी जो जैसा चाहिए ऐसी क्वालिटी में नहीं आता है, और सभी सब्जी का भाव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तो इसलिए पब्लिक को 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होती है, महंगाई भी इतनी बढ़ गई है। 因为品质甲成本的问题，包括麦当劳甲Subway等等全球连锁素食餐厅，嘛开始伫沙拉也是其他餐点内底停止使用柑仔米。同时阵为了通膨问题，嘛推出计数佮较低商品来吸引消费者。在印度，民众伫2022年到2023的平均月收差不多是6000台票，加上食素的人口真济，所以相关的蔬菜计数起起落落会冲击到政治发展。今年3月，嘉里食材之一的大葱头计数起增强。嘛要引起大葱头之乱，甚至是差一撮影响到印度政治甲社会的安定。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的演员凯文·史贝西，因为牵涉性犯罪，7月2日法庭是做出判决，判伊无罪。伊听到这判决了后，是当场哭出来。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进前是因为偷走税，也有非法的请，伊是和检察官达成部分认罪协议，也毋过即马法官是拒绝接受这份协议。正激动行出法庭，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假日性犯罪疑云几啊年了后，案情出现大反转。伦敦南华区刑事法院拜三宣判，史贝西控指控的9项罪名拢无成立，裁定无罪。That I'm enormously grateful to the jury for having taken the time to examine all of the evidence and all of the facts carefully before they reach their decision. And I am humbled by the outcome today. 迄天拄好是史贝西64岁生日，伊听到无罪判决，伫法庭忍不住流目屎。史贝西控指控2004年到2013年之间，伫伦敦的剧场工作的时，排对3名男性不出轨，也有1名男性控诉史贝西太伊婚媒是性侵害。史贝西本人是辩讲这行为是2个人欢喜甘愿，也是只是无流量的动作，好听所谓指控。史贝西捌因为伫7月进步点甲美国新玫瑰奖中的精彩演出，得到奥斯卡男配角甲男主角奖。
量。不过，伫家己胜诉期份了后，失去有名影集抓败恶的角色，是伫好莱坞Me Too运动风潮中长久落来的指标人物。虽然伊伫顶个月表示，只要洗清枉亏，就会当重返影剧界。不过有公关专家指出，史贝西形象已经算长，想要随伊伫好莱坞重新徛一位，并不简单。另外一件大兵转的案件，有关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杭德。伊之前因为欠税甲非法持有枪支，甲联邦检察官大审部分人罪协议，不过心理法官认为有危险的疑虑，拒绝接受协议。杭德拜三也态度转变，对相关指控提出无罪抗辩。白宫是佮表示，总统甲第一夫人支持家己后生。The president, the first lady, they love their son and they support him as he continues to rebuild his life. I'm very proud of my son. 法官表明，要佮用几礼拜重新审视杭德的案，一定也佮加做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的焦点。共和党早就已经定调杭德的几项案件，佮怀疑拜登总统本人也涉入其中，准备伫众议院启动单独调查。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来看2024年伫每年特别举办巴黎奥运，国际奥会是确定要邀请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也个俄罗斯的好朋友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去参加这个奥运。也毋过这两国的运动员，因会当用中立的身份，家己去参加比赛。针对这部分，乌克兰是表示失望。三届乌克兰木星股冠军哈尔齐兹今年26岁，伊当拍拼咧准备伊第2届奥运的资格赛。伊讲，若是入侵的德国、罗西亚甲白俄罗斯的运动员，方允准以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伊宁可放弃。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они их допустят, 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мы не поедем. Ну, я, например, мне бы не хотелось ехать. 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ход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сложно, когда, например, друзья гибнут, воюют, а ребята, которые,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я думаю, они тоже и военные, а они будут там ходить. 1年前，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罗西亚甲美国、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向禁止参加真侪国际比赛。乌克兰希望奥运会卖当全面封杀这两国的选手。4月份宣布禁止乌克兰的运动员参与有罗西亚甲白俄罗斯的选手参加的比赛，若无就会互剥夺国家代表权。不过，国际奥会也是开放予罗西亚甲白俄罗斯的选手以个人中立的身份来参加比赛。虽然无想要甲着人共台，部分乌克兰的选手嘛反对这个政策，因为安尼会影响为国家争取公平，甲创造运动生涯高峰机会。乌克兰体育部长俄罗斯争奥运金牌击剑选手赫塞特表示，即马甲要改变立场是真歹决定。З іншого боку, і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бути поруч з ними. А з іншого боку, ми наказуємо наших спортсменів, що вони не виходять,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готуються,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ийти, перемагати, ще раз показати наш прапор, знаєте, піднятися на п'єдестал, якщо вони виграють. 乌克兰当局当地讨论讲，若是有罗西亚甲白俄罗斯的选手参加的比赛，乌克兰的选手敢会当共场比赛？针对这个情形，国际奥会是谴责罗西亚的入侵，不过也是爱因应复杂的现实，认为乌克兰抵制的行为是违反奥运的精神。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加上请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一架 Mi-8直升机，那亲像是降落的时去卡到电线，直升机导火全射出来，造成飞行机顶4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俄罗斯相关的单位即马是表示，失事的直升机是民间的直升机，飞行机顶拢载观光客，应该是单纯的事故。来关心由中国人主导法国的半导体大厂欧米克，因为向中国俄罗斯非法运送晶片和技术，获法国起诉。法国即马是认讲，这是外国的势力在干涉国内的技术研发，已经扩大侦办。来关心西非的国家，年日7月2日发生军事政变，因的总统已经封扣押，目前边境马龙已经关起来，全国实施宵禁。联合国、美国、法国拢有发表谴责。也毋过，年日的军方是表示会确保总统的安全，嘛经过外国势力唔通来插手。中华汽车捌发生骇客攻击的治安事件，造成部分的产线停工。中华汽车即马对外表示，经过检修了后，即马已经恢复生产。也若停工所减少的产量，8月份的时会做调整，对公司无上大影响。中华汽车23传出部分资讯系统受到骇客攻击，
虽然马上启动相关防卫机制和复原作业，不过也受部分生产线受影响。因为网络的防守来讲出现了一些问题，经由远端桌面的方式连线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机。那因为有一些重要主机可以控制到它里面的一些的这个电脑，所以在产线上面的一些电脑来讲呢，就遭受到勒索病毒的一些攻击。中华汽车低调用重大信息回应，表示这届治安事件造成部分产线停工，经过检修了已经陆续恢复生产，因为停工减少的产能。会伫原定8月税收做调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不过，中华汽车除了3名品牌车以外，嘛大量组装自用车品牌 MG 车款，因为销量真好，引起各界关心。这个系统防攻击是不是影响高车？中华汽车讲 ，MG 生产线已经恢复。各企业也必须要在治安的人员管理 SOP 以及治安防护的各种技术上的条件都要有所提升。好，这个是不分公司部门的。那我们的速发部，以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会不定期的进行治安的稽核。国内定定传出治安危机，有治安专家讲，台湾每礼拜受攻击的次数是全球平均的3倍以上。呼吁除了要加重治安法规的罚款以外，透过治安保险和培育治安人才技术嘛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了咧当头的客诉大桥桥卡一直拢有人乌白伫拼废弃物，县府即马是发现讲，这烂土内底阁有其他色水，经过检验认定是重金属镉，而且超过标准，超过8倍。伫规堆的垃圾土内底有红色甲柑仔色的土角，去互民众检举，标着当头客属大桥下底即块无咧用的空地啊。10多年来，风弹真侪无共款的废弃物。县府今年6月派人来清理的时阵，发现下底有彩色的土角。送环保局检验了后，结果第2日已经出来，内底验到重金属镉，一粒内底有8.34毫克，超过公告的标准达8倍。我向环保局报案，用报案的方式，还有列管编号码，然后要求来采样废土。然后昨天告诉我们说，这个有那个废土里面验出是有害事业废弃物镉超标。我觉得这样子倒废土很夸张，尤其是有毒的。那然后经过雨水冲刷，其实就会跑到下水道，然后跑到水沟里，那就会很担心农作物被污染。民众是感觉真旱，佮烦恼长期雨水渗透，加影响附近的田。事实上，这块空地的边啊。顶个月2日，才风弹大量建筑的废弃物。县府讲，这块土地是县府的，早前向国有财产署申请使用，不过煞坑伫遐咧用一直到今。目前土地管理单位是公务处，这个废弃物风弹伫遮的时间已经年久月深，要调查是真恶。所来会等总条经费了后，再来做清理。它这个年代太久远了，根本找不到行为人了，所以这个我们县府会请土地管理单位来清除了。其实这个污泥不多啦，我们当初抽那个蓝色的土了，就跟一般的土混在一起，我们就那整堆我们就打包起来盖起来，经费下来没办法处理掉这样了。在寻求经费之后，然后再跟环保局讨论一下，看怎么清啊。原则上，我们因为那块土地我们没有在使用，我们就会交还。目前已经清理的废弃物，拢用地啊甲落起来，暂时放伫这块空地啊附近。环保局讲，垃圾土的量并无多，初步评估并无垃圾水倒开的问题。因那公务处强调讲，因当地将经费要来全面清除，等整地完成了后，会向国有财产署来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地震前疫情管制期间，清关1号是卖甲真抢市，嘛有袂少民众胃病了后有留病尾，全爱长期去看中医、去看汉医咧调身体，所以去年去互中医看的病人有增加2成，这是造成即马咱健保补助无够用。卫福部即马已经决定讲，要阁提出3亿外有备金来做补贴。有的人破病会选择看中医，尤其是去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民众抢咧看中医，摕清关1号或者是调理中心管。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看中医的人数有668万3000人，比前一年增加2成。地区健保平均点数的价值伫0.9以下，所以卫福部健保会同意动用3亿1200万的预备金。那这嘛是头一届，因为异常传染病流行，使用非预期风险预备金。民众本来是10个人里面有3个看中医，那健保是给10个人的预算，结果是10个人里面固定有4个人来看中医，所以就医的人数就很增加。所谓健保点数，
都是医疗院所向健保署申请健保费用的点数。医界人士认为讲，当健保点数的价值愈低，给付减少，毋但中医诊所面临成本的压力，西医部分的病院嘛有可能会以收入减少为理由，若要替护理人员加薪水，就更较恶啊，造成部分的药师甲护理师离职，嘛间接影响民众就医的品质。健保的点值下降，造成这个点值连9毛钱都拿不到的一个情况的话，势必会加重整个医疗环境的恶化，而医疗环境恶化，最后受害的其实是我们的民众，因为民众可能等候病床的时间就会延长。洪主任认为讲，医疗院所要长久经营，健保总额成长率应该逐年提悬，安尼毋但对加速引进新的药啊、新的科技有利，嘛会当增加治疗项目纳入健保的给付。针对这点，卫福部看话会召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金华社会主体基地，之前有挖出清朝时代的水沟啊，即马是去挖到苏前时代的灰啊，目前已经暂停时间，等文字审查。它是一个陶器的一部分，就是陶板。外表红棕色带土色的喙石，考古学家研判是苏前的陶板。另外带1点高度的质地，其实是用来经着灰鸭罐的传统器具灰鸭卡。所谓的陶之角呢，就是它会有3只脚，作用是什么？它上面可以放一个瓮。这2件技术苏前灰鸭的文物，是为台北市金华社体基地的台北港家围墙灰石边仔所挖到的。迄当时开发单位当咧进行针对民膏提出作业，意外出现这2件文物，团队研判灰鸭石环境延续文化，离今嘛大约3000年，是台湾北部上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像这样类型的陶把，在圆山有看到，在训道湖有看到。所以现在到底是要把它放在圆山文化，还是放在训它的早一个阶段？目前还说不准。金华社体基地是届时就挖出数百件文物，历史也会当回溯回清朝的针对民膏、混正石甲放卡基础。今嘛阁发现技术苏前灰鸭已经是停止挖，会伫后礼拜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会勘。目前这个东西是重大发现，所以说我们都有请就是这个工地这个施工基地这边暂时先停工，然后原则上应该会尽量会朝原则上应该尽量原地保存的方式去做处理。文化局表示，会邀集文资委员共同检証针对民膏，监视予以文化资产身份后续以文资保存法来办理。都发局表示，原先计划是保存维护搁点停，使维护甲社体共存共生，会以文资会决议来做后续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人口的20%。本地伫北投的秀山国小预定地嘛，因为即马少囝化无囡仔，所以已经无设国校的必要的需求。卫生局即马是打算甲这块地摕来起长照园区。兼伫这个山坡地北北所在有小小农场，由北投区秀山里办公室协助管理。这原本是秀山国小预定地。也毋过受小资化冲击，加上老人人口增加，学校用地已经变更做卫生加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台北市卫生局打算推动北投长期照护园区来开发，不少年长的里民拢毋忙，希望早一档工。我老家食老，我马上还上下课，早上去，晚上回来。所以这可以是期待的。对对，因为很期待，早一点最好了。老人的这个游乐设施啊、聚会场所啦，以及这个游泳池啊、健身的地方啊，他们都会涵盖在这里面，而且有很多的停车场。这些都是地方的需求啊。也毋过，你著听讲有定地附近有历史建筑、淡江梦园、水坝溪遗址等所在，可能影响开发。伊强调，这个文化遗址离基地有一大距离，希望毋通安尼延迟开发。下昼案件伫台北市环保局进行环评审查，针对开发基地位置山坡地有环评规范，关心极端气候可能带来冲击。未来气候变迁之下暴雨发生的可能情境。尽量在规划、设计、施工、营运各个阶段，都应该要纳入因应极端暴雨发生情境的这种韧性设计的这个对策及工法。台北市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全市20.9%。北市卫生局以在地农化关照来推动，基地占地2.64公顷，会建设2栋。
地上4层、地下1层的建筑，提供私人照顾有400床长照床位，也有医疗哮喘、研发主体等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去嘉义，1914年起的嘉义制裁所是日本时代为着要开发阿里山林业所起的所在。地方即马是甲遮变作共享空间，毋那是要活化历史建筑，嘛希望要向全世界来宣导，希望会当甲阿里山申请做世界遗产。遮有阿里山相关的文创产品，边仔嘛有食点心灵咖啡的空间。嘉义制裁所因为有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来进驻，活化内底这边工厂，打造复合式的共享空间。这个基地有咱外口遮会当增加阮的收入，透过这个收入，都会当来推广阿里山的世界遗产，都会当互这个空间的嘉义制裁所，互愈侪人会当来这个所在。嘉义制裁所在阿里山林业发展当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内底高单也有真侪历史建筑物。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这个共享空间毋但是活化历史建筑，嘛是阿里山林体申请世界遗产向外宣导的第一线。全民参与也是世界遗产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很感谢全国，其实只有嘉义能够有30个团体，然后共同组一个世界遗产，帮官方这样产官学一起推世界遗产。嘉义制裁所内底建共7栋历史建筑，是日本时代为了开发阿里山林业所起的。这个活化做共享空间的这边工厂，是二战结束了后才起的，嘛是阿里山林业转型做第3的见证。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表示，这以甲阿里山登录做世界遗产做目标，正做推广阿里山的重要基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新竹县的原住民丰年节，伫今年是头一届要刷到市区举办，希望会当让更较侪人来认捌原住民的文化。活动当中，嘛会甲过去拢无对外公开过的机会仪式开放，予民众来参加。阿米树勇者在台北市市区跳原住民的传统舞蹈。今年新竹县原住民丰年节特别准备来台北市区举办，原住民先透过传统歌谣、参舞蹈，要向大家讲这个消息。这届活动也头一摆将丰年节祈福仪式对外公开。祈福仪式是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祖灵告诉我们的祖灵，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定居在这里，请求我们的祖灵能保佑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都顺利平安。里面这个是一件衣服，然后这一件，尤其是这一件，就是老人家都会为了小孩子特别缝制，每一件的花样都不一样。原住民把将代表上关境的金灵地啊送给台北市长，代表大家就亲像一家伙啊同款。竹北有许多的族群在这里生活，不管是客家闽南，或者是新住民，还是原住民，在这边我们都尊重各自的文化发展，并且尊荣，希望文化的这个发扬在竹北呢可以和乐融融。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新竹县原住民丰年节活动，让更加多人明白原住民文化。因那这个活动8月7号会在台北水准公园举办。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转风车剧团进前的一出戏《顺风耳》的新香炉市场反应是真好，即马要搁搬，头一天才卖票尔就已经卖超过8成。转风车伫2020年仓库发生火灾，真侪布景道具拢烧了。即摆要搬这出戏，所以全部拢做新的，要互大家有全新的感受。我们这么认真干嘛？哎，不是啊，人家有烧香拜拜，我们神明当然要回应嘛。他们烧香是给妈祖娘娘的，又不是给我的，我又没有香炉。因为顺风耳的无要无紧，先将陈立干甲顺风耳救难失败。转风车剧团的戏《顺风耳的新香炉》，描写顺风耳唔甘环保家己的香炉，离开妈祖庙找找属于伊的香炉。希望有人膜拜他，可是他自己身上有一些缺点，然后经过旅程之后，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香炉。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综合喧哗，每个人都想当老大这样。那在民主时代好像没有错，可是事实上大家应该有共同的信仰。
这条同人仔的描绘书是作家李栋写的，这出戏就是为李栋的同名小说改编，在2015年头一摆演出。专家表示，因度过2020年的仓库大火，布景、道具拢总烧去，这摆甲这元素重新制作，和古戏有新的感受。节奏用有锣鼓，然后有现代乐，想这个都是东西的那个东西合并的哈。那不管是服装，或者像郑树平所设计的舞台，都是从我们的庙会的元素里头拉出来。这出戏市场反应真好，目前票都要卖了。专家表示，透过顺风耳走找香炉的过程，让囡仔看到面对挑战甲挑战的勇气。这摆的表演场地台北城市舞台，拄好40周年大翻新，也透过这出平安大戏来开幕。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学生方程式赛车是国际上真出名的比赛。咱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这几年拢有投入。8月初时，因嘛要去德国和捷克参加比赛。明仔暗，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来看，咱清华大学的团队是安怎做出一台赛车。2023年国际学生方程式比赛就要到啊！清华大学的赛车工厂内底电火是光影影，学生分组持续赶工课，专注每一个细节，希望赶会赴外国普罗级车队的脚步，要做出超越前一台赛车。我第一道去日本参加比赛，基本上参加看的，讲实在对阮的态度无讲介好，因为咱设计物件做粗壮，也无讲设计的理念。但是学生囡仔伊会当观摩北京学校。北京国家的车，所以伊慢慢的进步，慢慢进步。所以阮即马第7台车甲第1台车其实差足侪。同学除了伫咧网络顶参考比赛影片，嘛会把握时间去练习场训练。除了精进赛车的技术以外，透过卡丁车的速度，找到家己的节奏。我第一件下去就是先熟悉这个赛道，熟悉这个路线。然后蛮不巧的，我第一场拿到是状态不好的车，那我就借由这个机会，我就先不去跟别人争，先了解这个场地今天的状况如何。来喽！透早5点开始试车，今仔日是第3届试车，离比赛敢若剩1个月啊！车队的成员大家皮是变真红，都惊有了口气的所在，影响到团队成绩。主要会去测试比赛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赛道，像是直线加速或者是8字道环，那或者是针对我们一些车辆动态的一些系统、动态的一些程式去做一些参数收集，对，然后去改进我们一些优化我们的程式。当全球各国大力推动电动车的产业，清大赛车工厂就亲像一个希望，让国际看到咱台湾的实力，嘛让社会大众了解赛车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记者罗敏珠、连新维、新竹桃园报道。体大大，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有2只黑猩猩对动物园内底走出去，相关的人员找到这2只的时，就喺开枪将因打死。民众是批评讲，这尔粗残，为什么要对因开枪？因为不满就喺上街头抗议。在海拔顶悬为死去的黑猩猩，正受去控诉这是毒杀。哥伦比亚西部城市佩雷拉的市政厅头前，拜三是出现一大堆抗议的民众，个人是装作猩猩的形，控诉当局是真残忍，将2只对动物园逃走的黑猩猩杀死。这2件黑猩猩防杀死的事件是发生在拜1，当地的动物园在前一面发现讲，园内一公一母2只黑猩猩无去啊，较紧派人去找，政府嘛发警告，要民众在厝卖出来。几点钟后，救援队是小连续发现这2只猩猩，佮用枪将因打死。Pese a los esfuerzos que hace el bioparque con los dardos tranquilizantes para poder reducirlo, es muy inminente el riesgo para 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ahí, porque el contacto es muy cercano, y al ser muy cercano hace que se tenga que utilizar las armas para poder reducir a este chimpancé. 但这讲法是无法度互民众信道，因为要抓猩猩有真侪办法，但是搜救队竟然是选上害的迄种。hubieran acordonado toda la zona para poder atrapar de manera, digamos, correcta a los chimpancés, ya sean con dardos tranquilizantes o tratando de llevarlos a una jaula, trayéndolos para poder llevarlos al parque. 观众们讲，猩猩是死得伤冤枉，要求对救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园方是承认因为人为的疏失，才让猩猩逃走，承诺会对相关人员来进行调查。公司新闻7月2编译。
那伫阿根廷是阁发现一只海狮，颔棍就去互塑胶落啊填掉咧，而且空喙真深，老血老滴。经过生物学家的抢救，家仔已经恢复健康平安，回去大海。可怜的海狮伫阿根廷这位海沙保王发现的时，颔棍白色塑胶落啊吹暗暗。海洋基金会专家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的塑胶落啊已经互民众摕掉。Eso no es recomendable hacerlo porque estos animales son salvajes, pueden tener enfermedades que contagian a las personas y también pueden llegar a morder. 生物学家随时甲受伤的海狮带转去治疗，伫颔棍长过深的伤痕顶面，搁一件929的药膏，顺续检查伊的健康状况。Pudimos ver que estaba el animal con bajo peso, anémico y su lesión en el cuello estaba infectada. 经过保育人员的用心照顾，海狮仔囝伫1个月后复原，虽然也看会到伊颔棍的伤痕，不过伊已经大汉搁大颗。如果这一天该野放得到自由，看到海狮仔囝长期尾会当转去大海，保育专家感觉真欢喜。不过为着有利，阿根廷伫5月捌发现另外一只海狮，颔棍嘛互工业用的塑胶圈吹暗暗，伤口是不加深。保育人员忧心，这款的案件会愈来愈多，呼吁民众爱确实减少塑胶污染，让海洋生物有一清气的生存空间。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